镜头登来到国内2024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伫咧进程已经办过11场的分区论坛，今仔日是正式大会第一天。国务会报告这几年推测的状况，不过有澳洲学者表示，要以这语言要发展，干那靠学校教育定着会失败，就要注重少年辈对本土语言的认同感。 这几年，台湾推出侪侪台语网络音乐，也是电视剧等等，希望透过这作品来互民众在生活中来增加对台语的接触，引起兴趣。10月2日，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正式大会，就会邀请澳洲的学者来针对语言政策发表伊的观点。学者肯定台湾目前透过文化的方式来提升语言的地位，不过伊认为爱了解少年家因是安怎透过语言建立自我认同，这是上要紧的。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is to have discussions with young people and to get them to monitor their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then to ask yourself, are we responding? And we only know that by really listening to them. 学者特别强调，语言发展若干那要靠学校教育，定定得到失败结果。伊认为，要互语言继续维持生命力，就加注重少年家的参与度。今日正式大会当中，文化部、教育部等相关部会嘛伫咧现场向民众报告，来检视语法中心的进度，甲教育部在推行本土语言的状况。语法中心目前这个组织法已经出了行政院，进入立法院了。在这个会期里头，我们会开始进入一个审议的过程。所以简单说，在第一次大会里面的几个结论，其实我们都有了下一步的步骤，然后现在都在进行当中。总共有超过300间的幼稚园，1100班的迄个班级那么来申请本土语言的浸润式教学的相关的这个计划其实办遮尔啊多活动上重要就是会当互咱大家呢，就会当伫咧生活当中就会当来接受咱的母语。原来礼拜27是正式大会的第2场，除了要针对教学现场，也有国家语言专职机构2大主题来讨论。最后，各部会嘛会针对本届议法会议所讲到的议题来回应。文化部嘛表示，议法会议的成果除了会做政治规划的参考，嘛希望通正做各族群之间意见沟通的平台，减少误会甲冲突。记者卢尚如、邱兆阳、屏东报道。